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平安。我们今天晚上要来进入提摩太后书第3天的共读。我们要先来请宗义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主啊，八物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带领我们在一天的工作忙碌之后，能够有这一段安静的时间，来到主你面前，透过牧师的话语的讲解，让我们来明白主你话语当中要我们教导我们的功课。主，谢谢你，也恳求父神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到某一颗有个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主你的旨意，让我们在每天的灵修当中一点一滴的累积我们属灵的生命，使我们生命能够成为丰富的生命，也能够透过这样丰富的生命来荣耀主圣名。求主父神开启我们心窍，带领我们来明白来领受主所赏赐的一切。在灵修之前献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谢谢宗义长老。那接着我们要请书成长老来带我们读今天晚上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的第2章，要从第1节来读到第13节。好的，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1节，我儿啊，你要借着基督耶稣所赐的恩典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证人面前从我领受的教导，你也应该交付给你所信任而能够教导别人的人。作为基督耶稣的忠勇战士，你要分担苦难。一个入伍的士兵要争取长官的嘉许，就不能让营外的事物缠绕他。一个赛跑的人在竞赛的时候不遵守规则，就不能得奖。辛勤耕作的农夫应该首先享受所收成的谷物。你要思想我所说的话，因为主必定使你能领悟一切的事。你要记得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后代，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这就是我所传的福音。我因为传这福音而遭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囚犯一样。但是上帝的话是不受捆绑的，因此我为了上帝所拣选的子民忍受这一切，好使他们也能得到那从基督耶稣来的拯救和永恒的荣耀。以下这话是可靠的，如同我们已跟他同死，也会跟他同活。如果我们忍耐到底，也会跟他一同掌权。如果我们不认他，他也会不认我们。如果我们失言，他依然信实可靠，因为他不违背自己。以上。好，谢谢书成长老。我们读这个提摩太前书和后书的时候，大概可以推测保罗写完提摩太前书到写提摩太后书，大概中间的间隔大约有3年到5年的时间哦。那提摩太后书是一卷保罗真正的监狱书信，因为之前的4封的监狱书信，这个腓立比还有这个以弗所、哥罗西还有腓利门书呢，这是在保罗也是在罗马，但是是他自己租房子的地方，算是被软禁的时候。但提摩太后书呢，就是保罗真的在地牢当中真正的监狱书信，而且提摩太后书也是保罗的遗书，保罗13封书信当中的最后。那他也讲到他被交奠，他离世的时候到了。还有呢，提摩太后书也是一封给基督徒的教战准则。这个教战准则就是教基督徒如何来作战，但是这个战呢，不是真的肉体的战争，而是属灵的战争，属灵的征战。那是一个教战准则，怎么样来胜过？保罗用他自己的经历，用他自己的人生。昨天我们看到，在这个提摩太后书，阿尼瑟弗。这个弟兄呢和他的家人千里迢迢来到，从以弗所来到罗马来寻找保罗而且殷勤的寻找，还找到保罗并且不断的探望他。
所以让保罗他燃起了希望，好，让保罗他还有办法能够跟外界来联络，否则保罗可能被关在人家不知道的地方，在地牢当中与外界来隔绝是生是死就下落不明。那保罗可能就这样子结束他的人生，但是因为有安尼瑟福的这样的行动，让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保罗他最后的这一封书信。那罗马呢，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的中心，罗马帝国当时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然后欲望的核心是所有的集中都在这地方，可以看到最豪华的船最豪华的交通最豪华的表演竞赛都几乎在这个地方来呈现。那它也是一个权力的巅峰特别是当时的皇帝尼禄皇帝他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权力所以脱去他的这个外表的这个虚假，然后终于露出他野心的这个权力的巅峰但是最后也只是为了满足他自己。所以我们从提摩太后书的这个情境当中，我们也可以来做这样的练习，就是当我们基督徒传福音给别人，而亲朋好友反对你或是反对我们叫人家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从提摩太后书学习到功课，当做一个练习和操练呢？那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他对提摩太的教导，当这个福音被阻挡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做会更好。而比这更严重的，若基督徒被其他的宗教所攻击可能有这些的假先知、异端，甚至有假教师来教导人不准那个不准那个，甚至有拜其他的神明来攻击基督徒的时候，换作是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我们自己遭遇到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呢？我们也可以从提摩太后书里面去来寻找答案。那第三个，当又比其他宗教攻击更严重的受到国家或是政府的迫害，整个基督教受到全面的迫害的时候，这也并不是不可能，甚至在今天的21世纪，在台湾不是在台湾，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还是会看到基督教受到迫害，比如说像中国有一阵子也在开教堂或是在其他宗教有一阵子 ISIS 的这个出来的这个激进派的这个伊斯兰教，他们就直接找基督徒然后枪杀基督徒等等的，这一切呢都是我们从平常的时候做练习，当真的遇到有这样的时候，遇到这样的环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做准确正确的回应而且能够在第一时间来回应。我们提摩太后书第1章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要他将上帝所给他的恩赐如火眺望起来，并且要不以为主做见证为耻要为福音一起来同受就是分担这个福音的苦难，或是说一起来背这个十字架。所以这个福音呢本身不是只有追求祝福，我们也必须要经历跟基督同死同复活这个同受苦难的过程。第三，要靠着圣灵守住善道，守住上帝的话，因为上帝给我们的不是胆怯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昨天我们讲到了保罗遇到2种人，一种就是他在以弗所亚细亚时候特别有这个非吉路和黑摩奇尼他们如何当面的弃绝保罗，眼睁睁的看着保罗被抓然后就假装不守因为他们怕惹祸上身或许他们更害怕就是被关到罗马监狱当中是死路一条。但是呢，相对照的就是阿尼瑟福一家人，他们千里来寻找保罗，他们不但不以为主为耻，并且在地上努力的寻找保罗。即便阿尼瑟福可能已经殉道或是蒙主恩召，但是相信在天上也要得到上帝的怜悯，上帝的应许。所以昨天的金句是愿主使他在那日子得到主的怜悯，至于他在以弗所为我所做的许多事，你是清楚知道的。所以圣经虽然对这个人的名字记载就只有在提摩太后书
1章、第4章记载2次，但是从保罗的生平保罗在写信的字里行间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无名英雄默默的或是付出，但是上帝都纪念和祝福。今天我们继续看到的第2章是讲到前半段，讲到基督仆人应当有的操守和忍耐。那1、2节讲到保罗命令提摩太要刚强，将真理能够交托给传递给那忠心的人忠心的人。那第二小段是第3到第7节保罗勉励提摩太要一同为主受苦，那以做基督耶稣的精兵为准则。那这个基督耶稣的精兵呢，保罗用了3种的形容或是比喻。第一种呢，就是要像军人一样专一坚忍，就是职业的军人不受到外界的操控，直到得到嘉许，就得到长官的肯定第二个呢，要像是选手像是这个运动场上比赛的选手要自律，要严谨，那要这样的不断保持这样子的生活态度，直到得到奖赏的时候，颁冠冕的时刻。那第3呢，就是要像农夫辛勤的工作，然后要撒种要浇灌，要收割来得享报酬得享报酬。所以保罗勉励提摩太做耶稣基督的精兵，像是军人，像是运动员，又像是一个辛勤耕种的农夫那第三小段呢，就是8到13节，保罗提醒提摩太要记住基督的福音是不被捆绑的。所以保罗命令提摩太，他勉励提摩太，他也提醒提摩太要这些的要分今天这段经文好，那里面有几个词呢，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保罗在这个第2章的2节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导的，也要交托那忠心又教导别人的人。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呢，这个是一个法律的用词，表示说保罗的教导都是公开而且一致。因为现在我们昨天看到腓吉路、黑摩奇尼，他们可能怕被牵扯，但是保罗说他的教导都是有证人的，他不是要颠覆政府，他也不是在纵火要火烧罗马，或是呢也不是在宣扬这个颠覆国家的这个教义所以是有很多的证人。那这个证人呢，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纯福音，而不是有其他的社会或是政治的倾向在这当中能教导别人的人，忠心交托给那忠心而又能教导别人的人，这个能呢除了说他可以也指的是一种他有足够的能力。所以这也在提醒提摩太他要会看人，会知道谁是忠心的人，而且要知道谁是有能力的人，是要那个又有忠心又有能力的人，要把这个福音的棒子交托传承给他。那当兵的不要让事物来缠身这个缠身指的就是交织纠结摄入，一边当兵一天到晚要请假回家处理家里的事情，一天当兵又要出去外面送外送，一边当兵一边又想要去做其他的投资，那就不能够专注在他的这个军旅的当中再来就是运动员在场上比武，这是和合本的旧翻译那就是在比赛的时候这个武的感觉好像就在打架或是在打拳击但是它指的就是指比赛，而且呢它的重点是比赛中的竞争不限定是哪一种比赛，所以不一定是拳击，也不一定是赛跑，但是在当时的这个希腊影响有很多的这个奥林匹克各样的运动比赛，所以在这个竞赛当中呢，重点是要怎么样明白规则，所以按规矩比赛。这个按规矩呢指的就是不是只有指比赛的规则，这个规矩呢也可以拿来指这个运动员在他参加比赛之前，他要接受很严格很规律的这些的生活作息、吃
好，然后几点起床，好，然后每天要做多少的训练等等，好，所以这个按规矩，包括不是只有比赛的守则，还包括了比赛前的各样子的预备和训练。好，那保罗在后面呢第9节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像犯人一样被捆绑。这个像犯人，这个犯人这个字呢，指的都是指强盗或是杀人犯不是这种偷窃或是这个毁谤而是这个重刑犯、重罪犯。所以保罗他一被抓的时候，他是罗马公民，罗马公民他是有很多的权利但是在尼禄皇帝从背后推动这个对基督徒全面性的迫害之后呢，连保罗有这个罗马公民的这个免死金牌好像也没有用了，他就被当成是一个强盗或是杀人犯或是纵火犯，类似这样子的，而直接被带走，被打到罗马的地牢当中，然后被践踏，然后被冠上很多的假罪名，以至于呢很多的人听到之后，大家闪的闪，逃的逃，然后跟这些基督徒保持距离，躲得越远越好。那但是保罗说，他即便被捆绑，但是上帝的话没有被捆绑，所以第10节保罗说，为了选民事事忍耐。这个选民在圣经当中很少出现，马可福音13章耶稣在讲末日的时候也讲到这个选民，就是这个敌基督来的时候，连上帝的选民也被迷惑。那这个选民呢，指的不是已经被拣选的人，而是指上帝他已经拣选，但不一定是现在已经相信的人。意思就是说，保罗即便被扣上这个重刑犯的罪名，但是只要他有机会传福音给上帝所要传的人，那些都是上帝的选民，他都愿意为了他们这些的上帝的选民，忍耐他现在的被冠上的罪名，或是忍耐他身上的锁链，甚至忍耐他自己现在所遭遇的这样的刑罚，为了要显出上帝的荣耀。那在最后的12、13节有一首短诗，这首短诗也是可能来自于当时代教会常用的诗歌，或是内容，或是大家都会用的经文那这个经文里面讲到说，我们纵然最后一节说，我们纵然失信，这个失信就是我们对上帝不信实，指的是人的部分，我们对上帝不可靠，但上帝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上帝不能否认自己。那么来看今天这段经文，是基督的精兵，现在中译本翻成忠勇的战士。那这里第一个就讲到我儿，所以保罗直接对提摩太称他是我儿在1章2节，后书1章2节，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这里也是如同父亲直接对保罗提摩太说，儿子你要借基督所赐的恩典刚强起来，这是一个命令句所以保罗给他的儿子的命令就是不能够软弱，一定要刚强。那这个刚强不一定使提摩太现在很软弱，因为提摩太他能够在以弗所教会从前书一直做到现在后书，那提摩太也是一定有相当的历练。但是保罗所期待刚强呢，可能更胜于现在提摩太所面临的。这个刚强呢，就是要有心理的预备，甚至你要把这个生命都要献给主。那第二个呢，就是我儿提摩太要做耶稣基督的忠勇战士，要分担苦难。那这个分担苦难就是一同分担所以同受苦难，就是保罗人在监狱当中被判重罪，但提摩太呢在以弗所，他怎么样跟保罗来分担这样的苦难呢？那就是保罗说的做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是同一个战线的，我们是在同一个为打同样一场的战争，所以不会说保罗一个人，然后提摩太就另外一个人，而是他们都是共同分担基督的苦难。第三个呢，讲到告诉提摩太要记得耶稣基督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所以这里有3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刚强起来，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的恩典，就是
保罗说你在提摩太在许多证人面前从我领受的教导，所以很清楚的提到提摩太他所学习得着的都是从保罗而来的。保罗又从谁而来的呢？保罗从谁而来的？就是如果我们看加拉太书就知道保罗他被呼召之后，上帝直接亲自对他说话，而且他还去到了阿拉伯，然后呢有在阿拉伯的旷野，然后他曾经被提到他升天上去之类的。好，那所以呢，保罗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上帝亲自的教导他。好，所以告诉提摩太说，你也应该交付，所以你拿到这个棒子，你要把这个棒子交出去。所以告诉提摩太的，就是要把这个交棒。保罗现在已经交棒给提摩太很久了，好，但是呢，告诉提摩太也要交棒给人。什么人呢？你所信任而且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所以我们说这里有4层的福音，第一层就是保罗，第二层就是提摩太，第三层就是交付提摩太所交付的人，第4层就是别人这个别人。所以第3层就是要被信任而且能够教导。不管是4层哪一层，每一层的人都是要被上帝所信任，而且能够去教导神的话。所以我们要做在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我们要有这样子的预备，就是我们要传福音到第4代，那就是第4层。我们自己别人交托给我们的，我们要再去交托给下一代，下一代呢要确保他可以再交给下一代，就是他也能够去传福音给别人，要做这样的确认，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在基督的恩典刚强起来。第二个呢，做基督的忠勇战士，要像一个士兵，要像一个赛跑的人，要像是一个辛勤耕种的农夫士兵为了要得到长官的嘉许，那必须要在营内有好的表现，不能在营外一天到晚有很多的杂物。赛跑的人呢，不仅要遵守规则，而且要有按照纪律来训练和生活，才能够得奖。先前的农夫呢，应该要先享受收成的谷物这个农夫呢，不能够先去刷卡，不能够先去贷款，然后呢就把他田里面的东西就丢了不管他必须要每一天的出去耕种，然后呢传到箴言说望云的必不收割，望云的必不撒种，望风的必不收割。那所以呢，必须要每一天不论天气如何都要去辛勤的去照顾。所以保罗说，你思想我所说的话，主必使你领悟一切的事这个领悟就是相信提摩太，上帝要给他聪明。那在和本是翻成说主必在凡事上给你聪明，这个意思就是领悟。所以现在中文译本把它改成领悟了。好，所以这几件事情呢，都是不管什么样的身份，都要像是耶稣基督的精兵，不论是像军人，不论是像运动员，不论像是农夫，但是呢，都要把分内的事情，应该做的事情做好，这才是聪明的人磐石，就是听得到又去行的，就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面。那第三个呢，保罗要提摩太记得所传的福音，因为这福音就是他是大卫的子孙，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并且为这样的福音呢，保罗受苦难，像囚犯一样被捆绑。但是保罗在这边有一句话写得很棒就是第2章的第9节然而神的话没有被捆绑，上帝的话是不受捆绑的。所以即便我们的人可以被捆绑，被关在监狱里面，但是上帝的话呢，是没有人能够去捆绑。所以这句话带给保罗很大的一个信心，也给提摩太一个很大的提醒即便我们基督徒被监禁、被迫害、被反对，不让人家信耶稣，或是敌对基督徒，或是政府全面性的打压基督教，基督徒、基督教教会都可以被捆绑，但是上帝的话是不受捆绑。所以我们传福音最好的就是传上帝的话。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一起来读经，一起来共读呢？就是为了让上帝的话能够有更多的人可以被听见，有更多的人可以来学习，那上帝的话自然就会动工那第10节
保罗说：“我为了上帝的选民，就是所拣选的子民，忍受这一切，好使他们也能得到那从基督耶稣来的拯救和永恒的荣耀。”所以保罗很清楚，要提摩太记得福音，这福音是为了有上帝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好，那以下这话是可靠的，这话是可信的。我们在提摩太前书已经看到3次了，第1章、第3章、第4章。在提摩太后书也出现，就是在第2章的第10节到第13节这里11节到13节。这一句话呢，表示这不是提摩太说的，对不起，不是保罗说的，而是当时的教会大家常常会引用的话，会去 quote 这句话。如果我们已经跟他同死，也会跟他同活。这里讲到4个如果，第一个跟他同死，跟他同活；第二个，如果我们忍耐到底，也会跟他一同掌权。所以要在上帝的恩典刚强起来，就是要愿意跟基督同死，然后要愿意为基督忍耐到底，将来跟他一同掌权。这掌权指耶稣再来的时候。第三个，如果，这是前面2个是正面的，后面2个是负面的。如果我们不认他，就是不承认他，我们否认，不承认就是否认的意思。我们否认我们是基督徒。所以保罗昨天点名了2个非吉路和黑摩奇尼。他们可能是公开的否认耶稣才会让保罗这么样子的生气。如果我们不认他，耶稣也会不认我们。这也是路加福音所说的。我们如果我们不认他，上帝也不认我们。第4个负面的，我们如果我们失信，我刚才讲说失去对上帝的信赖，失去对上帝的依靠，但是上帝仍然是值得信赖。所以不要因为人，不要因为非吉路，不要因为黑摩奇尼，不要看到基督徒跌倒，基督徒软弱，然后就认为上帝就软弱，上帝就跌倒。不会，因为上帝仍然是信实可靠，他的话不会被捆绑，上帝也不会违背自己所说出的话，所以代表上帝的话是又真又活的。那所以看完今天这段经文，我们也来出个练习题。如果我们接到保罗这封书信，他告诉我们要在基督恩典刚强起来，甚至告诉我们说邀请我们跟基督一起同受死。保罗我想他已经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已经预备好了，所以你越读到后面越清楚知道保罗他已经预备好。我们什么时候或什么情况愿意跟基督一同受死呢？但是我们跟基督一同受死，要记得我们就会跟他一同复活。第二，很多时候我们会忍无可忍，但是保罗说我们如果忍耐到底，已经忍无可忍，但是有想到保罗说要忍耐到底的时候呢，我们是否愿意？如果我们愿意，圣经保罗写信告诉我们说，忍耐到底就必和他怎么样一同作王。所以当我们忍无可忍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想到更远，在天上我们得到奖赏，能够当基督来的时候跟他一起作王。第三，当我们遇到是我们否认基督的时候，那我们要记得，我们如果不承认基督，基督在上帝的面前也不认我们，也不承认我们是他的上帝的儿女。所以这件事情呢，一定要千万的谨慎小心，不要去否认自己是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可能会遮遮掩掩，但比遮遮掩掩更糟的是直接的否认我们所相信，这就是违背昧着我们的良心，就是践踏我们的信仰。但第4个，我们若有可能一时的软弱失信上帝，失去对上帝的依靠，但是上帝他永远值得相信。所以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们也不能够像完全的100%、100分的活在世界上。但是呢，当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面刚强起来，然后并且做耶稣基督的精兵，记得耶稣基督的福音，那我们就能够成为上帝的所使用的器皿。所以基督上的恩典刚强起来，就是要领受，也要交托，并且交托给忠心又能教导别人的人。而做基督的精兵，就像是军人，就像是选手，就像是农夫。而纪念耶稣的福音，这是一个从死人复活的福音。
而且这福音是一个上帝的话不被捆绑的福音，而且这个福音是一个得到救恩和永远荣耀的福音哦。好，那提摩太后书今天的2章2节今天的金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导的，也要交托给那忠心而又能教导别人的人。你伫真侪见证人面前对我听到这个教示，就交托给遐个忠心嘛会看得教示别人的人。And the things you have heard me say in the presence of many witnesses, entrust to reliable people who will also be qualified to teach others. 今天这一段经文约一首圣诗550首，时间的关系，我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这首诗歌。一边听这首诗歌的时候呢，我们一边来思想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也是上帝给我们提醒，要在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天父，让我们能够听见保罗在监狱当中所传给提摩太的信息，也让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就必须要把福音交托给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同时也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如同军人，如同运动员，也如同农夫，更帮助我们永远记得耶稣的福音，让我们不至于背信忘义，或是失信于上帝，而是能够愿意有一日愿意与基督同死，甚至愿意为了基督忍耐到底。愿上帝的话语时时刻刻帮助我们，即便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受到许多的限制捆绑，但是上帝的话语是不受限制不受捆绑的。感谢赞美神，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感谢大家，大家晚安平安。谢谢牧师。晚安。谢谢。晚安。好，晚安。你有参加哦。晚安，晚安。晚安，拜拜。拜。晚安，拜拜。